咁好接近啊！第4線同第6線卡塔爾同中衛選手。係陳欽璇今朝個起跑都好好，同埋佢收步翻去嘅啫，狀態就好好啦。睇一睇呢場嘅賽事。好，起跑嘅時候咧，中間線啊比較快啲喎。印度選手第5線，咁啊陳欽璇咧呢度加速追咗上去，可以捱埋去啦。哇！但係後邊俾人上埋，卡塔爾上到嚟啊！臨尾過咗，臨尾俾過翻喎，係啦，一路都領先嘅中國本來，不過就臨尾捱唔到嗰段啦，最後嗰段後勁好犀利喎，卡塔爾嘅運動員。最後衝線時間11秒46啊，相當亮眼嘅一個成績。哇！佢都係70米、80米開始，突然間後邊冚咗上。睇嗰個身形上咧，就卡塔爾嘅選手就比較上身好有力啦。見到係咁啊，陳欽璇就削少少。咁睇翻最後壓線，贏咗啦，11秒46啊，暫時。咁啊，風速係0.1嘅。而我哋中國香港嘅選手岳佩儀同埋黃韻芝咧，就應該都第6左右啦。睇睇時間出咗嚟啦。咁啊，11秒47嘅卡塔爾嘅運動員，陳欽璇咧就11秒54，跟住印度啊11秒62嘅。跟住之後咧就係中華台北嘅運動員啦，咁就係頭8嘅呢一個水平，即係相當強，因為即係亞洲 U20呢一個嘅高水平嘅賽事啦，亦都入到決賽係非常之難得嘅。好可惜咧，陳欽璇就臨尾幾步差少少啊，比今朝嗰個初賽咧就發揮上就稍為差少少。